王源，给我们一点掌声鼓励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每一位可爱的亲朋好朋友。来，我们今天很开心哈，安排我们这个摇滚车哈，来我们的乐团在这边哈，安排一连串的好歌曲。我们的乐手老师会来安排这个演唱的歌曲，还有演奏的歌曲，献给我们新野地区所有的每位亲朋好友。今天我们带来的